兩度落口供，鐘 Sir 話確實係傷人案。一宗國際關注嘅案件，香港派咗4個差人，聯同2個勞工處主任去到印尼度調查。鐘 Sir 尋日朝喺病房留咗半個鐘，就會唔主診醫生。除咗咧，我哋同佢會去商討下佢個醫療報告嗰方面啦，亦都希望咧從中了解多啲佢嚟到入院嘅時候開始嘅狀況係點樣。我哋今日同佢錄取口供咧，係由佢開始受僱開始，直至到佢嚟咗香港，即係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包含晒整個過程入邊。咁至於調查入邊口供入邊嘅細節咧，我暫時就唔方便透露。而同受傷女傭錄口供嘅，主要就由 Madam Lee 負責。咁佢亦都情況亦都 OK 嘅，亦都幾健康。咁佢而家就大約就交代咗佢點解會嚟到香港打工啦，同埋初步嗰個戶主對佢嘅虐待啊。咁佢亦都好合作，亦都重複咁佢係會嚟到香港嘅。如果我哋警方遲啲需要。晏晝4點半，佢哋再同印傭錄口供。咁而家我哋咧確實咗呢單案件咧係一單傷人嘅案件，相信咧會開始影響我哋嘅法律上嘅程序。印尼總統都好關注事件，尋日朝打咗俾受傷印傭表示慰問，甚至對女傭嘅爸爸講，對犯下呢啲邪惡行為嘅人感到憤怒。咁我哋就好震驚有咁嘅事嚇，咁就當然同時我哋都會好震驚海關嗰度點解可以俾佢上到飛機咧？有瞓街牧師之稱嘅佢，自發舉行咗籌款活動，目標係5萬蚊，仲話想親自攞啲善款去印尼俾佢啊！唔好話一提起香港咧，會好唔開心，好尖叫嚇。佢就仲想同受傷嘅女傭講，香港唔係個個都好似佢嘅僱主咁㗎。